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随着高雄市政府明年将编列6亿作为警消勤务的加急，对厝单市明年若无编列，将是6都当中唯一无的直辖市。对厝担任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上午日济议员甲议员参选人的小厅，公开向市民承诺。伊若当选市长，将针对警消超勤、反动甲危险的加急，一档总共要编列5.5亿预算。其中超勤津贴将对13500块调到17000块。黄伟哲强调，这不是选举的支票，而是庄严的承诺。这笔钱不是小钱，但是对于维护市民的安全，绝对有正面加分的作用。所以我想，虽然台南市负债在赖清德前市长、我们的赖院长这个努力之下，已经还了蛮多钱，还了100多亿，但是这个还是有负债600亿吧，啊，600亿左右的这个负债，但是在经济在财政还是相对紧的情况下，我们也愿意这个宽筹经费，用增加这5.5亿来让这个我们的警察同仁以及警消同仁能有更好的执行环境，有更好的这个待遇。能够让他们家庭能够更无后顾之忧，所以我觉得以这部分，我们在这边做庄严的承诺，那也跟所有的议员候选人、所有的议员同志，大家跟市民做庄严的承诺。如果将来我们当选，这张这个绝对不是一个选举支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对市民的承诺。警消加起，警消加起，人民更安心，人民更安心。面对该项议题，副议长郭信良嘛召集济议员公开向市长李梦燕发话，要求市府马上编列警消加急的预算送回新查，因为高雄会当，而且偏偏都是代理市长，为什么台南袂当？同样站在第一线，也是代理市长，高雄都编了，台南市为什么不编？记得赖清德市长要北上的时候。有说这几年已经偿还债务157亿，但是昨天台南市政府说了这几年的财政短缺少了422亿，那是这个数目上有问题，还是计算错误？我们所有的议员都不傻傻，今天所有的议员站出来，希望台南市政府代理市长李梦燕能够体恤所有。警察以及义消人员，繁重加急，一定要编，要马上编，立刻送来台南市议会。高雄能，为什么台南不能？对此，台南市政府发表书面的声明，强调因重视警消的权益甲福利，不过对着警消的加急，依然是保留态度，表示慎重评估。但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记者会中呈现现在高中1年的历史课本，当中每一个版本都引用有关旧金山合约甲台北合约描写，指出台湾主权移转予中华民国。不过，新建的教授以国史馆所出版的《蒋介石1951年8月31号的日记》等资料表示，实际上台北合约并无任何文字将台湾甲澎湖的主权交予中华民国。所以上午的议员李文健甲参选人李启伟陪同召开记者会，质疑高中历史课本的教育根本是伪造，不怪台湾无法度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因为你课本安尼写，就是讲，迄个是一个法律问题啊。你的课本既然安尼写出来，这是而且这个课本的这个课文是经过教育部咧审查过，迄个是会当讲非常严谨的一个物件。啊，你安尼来讲，你伫世界上，你等于你承认讲台湾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啦。因为中华民国是迄个时话伫联合国内底已经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取代啊。所以你安尼，你即阵拢你像你要 WHO， 你袂当入去，无法度啊，对啊。你讲你是我一省啊，你家己的课本家己安尼写的嘛。
所以讲这是我举一个例，互恁知影讲，就是安尼，这个严重性是普通人唔知影。咱的这个教科书历史课本第一册，竟然公然写讲这个对日合约、台北合约，台湾归还中华民国，所以这个等于就是讲台湾就是中国的嘛。事实上都无这个代志，无这个物件，所以这段时间，阮一直要求教育局、台南市议会、寄文去教育部，希望讲会当把这个无事实的内容赶紧改转来。但是呢，这个教育部伊嘛是安尼，无咧准问着啊，无去做这的一个。迄个工课啊，这对咱台湾的子孙，对咱台湾的主权啊，你即摆你政治人物，你即摆政府伫遐咧讲啥要加入拉布咧取欧，要加入联合国，你家己课本你著写讲台湾的中国的啊咧，这是毋是足含的嘛？这毋是足离谱的吗？议员为愈讲愈激动，会中甚至发出教育部的擂台，因自己历史课本写台北合约，将台湾交予中华民国，就是代表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擂台，这座中国并吞台湾的法律依据，甚至将要实施的12档国教课纲，也将继续规范这段伪造历史作为新课本的内容，所以因一定会持续向中央表达不满。电新闻军自林根采访报道。教育部这几年来积极推动基职教育，为学学生会当提早了解家己的兴趣，并且提供因更加多元的选择，也积极举办相关课程甲比赛。舞台顶每位学生拢是这摆基职教育成绩优秀的得奖者。会中教育局长嘛以颁奖，期待所有学生会当伫遮的体验课程找到家己的兴趣。你要选技职教育，还是要念普通大学普通的体系其实没有好坏之分。你只要适性，我的适性就是你依照你的兴趣、性向跟能力。我们常讲，爱因斯坦也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每个人其实都是天才，如果你用爬树的能力去评断一条鱼，我想这条鱼终其一生都会认为自己是笨蛋，因为他不是找到他自己的天空，不是属于他自己的那片天。所以我在想，其实我们升学考试是因为有一套制度在那，可是我想有更多的学生是还没找到自己的兴趣跟方向。那我觉得技职教育是适合动手做的能力，然后因为我们的技职教育是比较是从做中学，然后结合理论跟实务，让学生可以找出他的一个学习的兴趣。所以我们应该要从小做好准备，也许我没有办法马上去选择我到底以后要走什么样的这个路，进入什么样的行业。但是呢，透过这个学习历程里面，给你的养分，给你的这些基本的你对这些职业的了解，相信你未来在选择的时候呢，你可以做出最明确的选择。而我始终相信，如果是孩子自己经过这个老师的引导然后呢，能够充分得到家长的认同而所做的这个选择，他一定会为他的选择负责任。这个也是呢我们在人生发展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这摆嘛选伫昆山科技大厦举办基职普朗会，参展的单位超过40个，主要有适应的技能学程、选过训练期间计划、建教合作班等等的基职体系学程。还有请30间基职院校甲10间产业代表参加，将举办到26号，欢迎所有家长带小朋友共同来参观。电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为伫新建落的南明国际艺术馆，新的7档将于伫今年对外开放，将近400平展览空间，将提供艺术家一个优质的展览环境。南影国际艺术馆呢，我们今年初正式开放给各界艺术领域的相关单位及各位艺术家作为申请展览使用。在这400多平的展览空间我们同时保留着汉字文化艺术。我们也同时呢感谢我们南影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及董事们的支持让艺术家在有限的资源能有个展览空间作为使用。这摆嘛展出郭伟美甲刘荣英老师的相隔展，
顾老师准备了对早期到现在这作品，希望来欣赏的民众会当透过这个作品，了解老师无共时间的创作心境。李荣英老师将以台湾教会水墨画作为主题，展现东方艺术的潜力，嘛传达台湾特别的水。今天是第一次在这里做展览，所以因此我把我比较早期的中期一直到现代的作品，就是全面貌的一个展示。所以大致上我这几个作品就是一直到现在，从大致上是从1993年一直到现在的作品所以我假如他们看年代，就可以了解到我每年都有极力的希望在不同的主题以及有一点进展的一种新的风味出来。我自己认为我是属于当代的艺术家，那我要创造出一个新的不同的花鸟画出来。在东方绘画里头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是，东方的画里头它是强调墨的变化以及留白的效果。那这个留白它会有一种空灵的感觉，那这个墨呢本身它就会产生一种墨韵的层次的变化。在这个墨里头，我发现呢，它就是像一个混沌的宇宙。经过我再去把它一层一层画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它蕴藏了非常大的动力。原来它就像一个大的磁场，就像一个大的宇宙，在混沌的这个宇宙当中，经过我把它画出来之后，原来它可以产生非常纯净的一种效果。这摆展览嘛是巡回最后一站，未来2位老师嘛将甲南洋国际艺术馆合作，伫10月18号邀请国际艺术家来举办一场国际美展，欢迎所有对着艺术兴趣民众，唔通错过这2位老师的上个展。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伫热闹活力表演加精彩仪式过后，以正甜牌出名的本土餐饮连锁品牌24号正式进驻大运动百货公园店。业者表示，该店是台南第5间，也是全台第30间店。同款会以多元复合式的餐饮内容，加高标准的食品安全来为大家服务。现在除了徛稳脚步，积极将经营版图对南部扩大到北部。马基台成为消费者只想要吃猪排的第一选择。台湾的餐饮市场其实蛮竞争的，那当初会以复合式的形态去转型猪排，其实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说让台湾只要吃到猪排的，那至少会想到斑鸠的窝。所以我们也是以猪排为主去延伸的菜单会比较多。那猪排目前占我们店的比例，其实53%，所以等于是2个客人进来，有一个一定就是点猪排相关产品，所以其他附属的产品当然就是会考虑到说炸的之外，其实还是要考虑到说有一些非炸物的或是锅类的，去符合比较更大众化或家庭式的客人来可以吃到多种的一个餐点为主不过还是以猪排为主，目的就是希望说。想到吃炸猪排，那至少斑鸠的窝虽然是本土品牌，但是至少
不认为会输给外来的品牌这样的一个想法去激励我们的主管。进到我们台南娱乐城，最主要就是说符合这边的年轻消费族群，而且它在全省已经20-30家店了，让年轻族群非常的能接受这个品牌，因为它的商品的口感、口味，还有它的 CP 值是非常高的，而且在他们这一家公司对这种食品安全也非常的注重，所以我是觉得说，以整个它进到我们这个远东百货的这个餐饮系列里面我想它应该是会一步一步往北走我们也会继续跟他来做开出第2店、第3店出来。产业者首次选择甲大东百货合作，主要提供因上届骄傲的菜色，慢慢承进企业责任。所以在开幕典礼当中，嘛捐赠100份的餐券，让附近的弱势家庭，由民政局长陈宗安代表接受。先谢谢斑鸠的窝哈，那这100张我们会给我们邻近的学校，然后让这个学校去给需要的小朋友来提供哈，这个是我要先说一下。那其实也谢谢远东百货这几年，其实只要有类似的活动，都会将这个资源放在我们台南市，那给需要的这个儿童来使用哈。那不管是在平常或是在年底的时候，也都一样都有这样的一个公益的这个活动。在这边先谢谢远东百货长期以来对地方的关注。开幕当天，业者嘛借出前100名排队民众，用100块抵当享受240块的餐点1份，去现场排队订票。另外，对今日到6月10号之前，只要消费满300，也送100块的抵用券，希望人气持续强滚。但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基比海中心每个月平均大约2800个开刀手术。手术室是高专业而且高风险的医疗单位。病人在过程当中，因为麻醉无多自主行为，所以团队需要彼此合作，才当确保患者安全。而手术脑异常多数拢是人的疏忽，所以为了杜绝任何手术出差错，需要拟定真侪标准的步骤，并且需要医护团队做伙合作。我们在手术前应该就是要确定说病人他是正确的嘛。刚才我们有提到嘛，我们会用那个资讯的科技去确定病人辨识是正确的。那手术中呢，当然我们刚才落实我们标准作业流程，还有团队间的互助合作，我们也要确定我们的精神状态是 OK 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为病人做手术的进行。那手术后呢，当然我们会去评估病人他手术后一些状况，然后来帮病人做情绪的安抚，或是术后的恢复状况。共享决策化就是病人、医生跟家属，他们就是要去共同做参与。我们会有很多的素材让病人去决定，他可以决定他不手术。那如果决定他手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跟他了解，就是手术的计划，让他决定他要怎么去进行手术。手术安全都要团队落实执行标准作业流程，更需要甲病人家属建立好的关系，鼓励病人共同参与手术计划，才是安全的保障，麦当避免医病误会。但新闻古博弈采访报道。办公室开征缴纳期限到5月31号截止，税务局为着要方便民众缴钱，提出了侪缴款的方式。也欢迎民众多加来利用。税单已经全部都寄发完毕。你如果到现在还没有接到税单的话，你可以拿着你的身份证明文件到我们的5个分局或是11个多点跨区全功能服务柜台来补单啊。那我们房屋税的缴纳方式非常的多元啊，就是你可以拿着税单，带着现金到各代收银行的柜台来缴纳，然后你也可以用 ATM 来缴税，或是信用卡缴税哈，或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到4大超商去缴纳，非常方便哈。另外我们还提供了信用卡缴税哈 ，ATM 缴税，电话语音缴税，还有今年呢特别有行动支付的缴税哈。
支付有远端支付跟近端支付哈。那远端支付的话，你就是在家里自己来做一个支付的动作。那你近端支付的话，你就是把手机带着到我们的柜台来做一个近端的支付哈。交纳期限已经非常的接近，所以税务局再次提醒民众，要赶紧缴税，避免过期受到处罚。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